你是否想过，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焕发新生？今天，我们走进龙隐先生的世界，探寻儒耕精神与大儒思想的奥秘。魏因先生，一位深谙传统文化精髓的智者，他提出“儒耕”二字，蕴含天地人三才智慧。儒字拆解为宇、牛、人，强调人在自然规律中的实践；耕字包含雷与景，指向宇宙规律的洞察与守护。他将大儒定义为超越儒家学派的普世智慧，融合道家自然无为与禅宗明心见性，主张在日常生活如勤耕与读中体悟道。这种思想批判传统小儒的形式化，呼吁回归中华文化本源。魏因先生以随方社教的灵活态度，在当代社会重建生活及修行的实践哲学。他的儒耕精神与大儒思想，不仅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重构与升华，更是对现代人心灵的一次洗礼。让我们在古今对话中感受这份智慧的力量，共同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。